高雄市无形文化资产保存技术保存者，搁再新增加2位，一位是古纸的艺术陈志良，另外一位是传统彩绘艺术苏英仁。2位老师对传统工艺付出甲打拼，得到政府的肯定。全台上大尊的古纸大树爷，今年普渡坐定伫小港龙和庙，时间到就将大树爷烧掉。这项传统古纸技术煞渐渐失传。做古纸工艺老师陈志良是传承家族的事业，伊是第4代，目前嘛传到因囝。老师制作纸物造型真生动，又路顶尖。今年陈志良老师嘛，互人登录做高雄市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者，特别是古纸是高雄市新登录的传统工艺项目。礼仪内底拢有，嘿，所以讲变成讲，即摆要烧转物件，大家讲无所在通好烧，无所在通好烧的当中，就是讲变成到尾变成夕阳产业。这个保存传统彩绘苏英仁老师，共款才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者。伊自细汉对画图兴趣，投入庙宇甲王俊的彩绘已经有40几档。老师捌真侪手路，毋过王俊彩绘工课无固定，老师的专业也是以庙宇彩绘为主。不久啊较有做一只王俊啦，要3档、5档不一定啊。当然市场当中啦阮是拢伫即个寺庙彩绘的著作较占大部分。目前这2位老师的作品都伫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1楼展出，不管是古纸也是传统彩绘。虽然即马学的少年人无济，不过2位老师也是积极投入传承教学，毋望传统工艺会当继续保存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